第4課，一團和氣，選擇饒恕放下，得着釋放。第4天，箴言22章24至25節。好生氣的人，不可與他結交；暴怒的人，不可與他來往。恐怕你效法他的行為，自己就陷在網羅裏。箴言22章24至25節。好生氣的人，不可與他結交；暴怒的人，不可與他來往。恐怕你效法他的行為，自己就陷在網羅裏。親愛的主耶穌，當我感到失望或環境不順利，我會向自己或別人發怒生氣。求主幫助我，不要成為容易生氣和暴怒的人，也遠離好生氣和暴怒的氛圍，讓我成為和睦的人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成為和平使者，我有天使陪伴，因為我倚靠神，我能平息一切紛爭，讓人的關係變得更和睦美好。阿們。